每一个参赛者自己都自备乐器的话，那我们詹老师就不用请了。没有，其实詹老师在旁边指导。没有。同好创小跳的东西哈，哎呀，歌曲。对啊，你上礼拜没创那个马该歌啊歌词。冇啊，没改呀。擂台，老爷跳下来，牛板啊！哎，无准哦，搁定来。好，经过2礼拜魔王级别赛，也还已经进入了6强比赛。哦，经过人淘汰再淘汰，对，存到哇，系啊，也有6位6强，但是呢，根本日我进入安尼6强的淘汰赛，有可能有位朋友要被淘汰。参赛者嘅积分由上摆老一辈嘅分数加起来，先出前5强，进入下一阶段嘅年冠军积分赛。先介绍评审先生，七这里先生，七四的先生，罗格里先生，东东老师，洪斌熙先生，今抢到七这位先生。好嘞。好，先恭喜大家吼，做得进入到5强的决定赛，让表现做得脱颖而出嘞。重要的是基本的啦，吼，音准啦、节拍要注意，最重要是乜嘢咧？你啊比赛唔係用拍啥比，係用指甲比。哎呦，係，要看到你下有比以前的表演較強嘛，有本大家本觀眾耳目一新的感覺嘛。希望大家加油，好嘛？加油！好，什麼先生？好啦。好，按你接着進行今日流行歌曲組嘅比賽，係有搶到 TV。林思玲帶來梳妝台前。今天帶來羅國里老師的新歌《梳妝台前》，那我有去改變曲風，然後也請了一個和音天使，希望呢他們能夠幫助我、加持我，讓我邁向5強之路。梳妝台前。千难万难，重阳漫漫，桑桑叹，叹梦中再见呀。
前，海姑娘自怜，艰难烦难，重压漫漫，桑啊桑谈，谈梦中再见呀难，始终退前，顺天几多变。哇哦！哎呀，哇，司令姐姐，你们让我有一种你今天为什么这个按摩构想？汗哎呀，按摩汗带到按摩汗哦？对，请问就是我们在挑歌的时候啊，那时候有一些歌，可是我觉得不够好，就刚好我们闹着就是 FB PO 出来，老师有说罗老师有新歌，我就想说那我去找找看，然后找到了这首，梳妆台前就非常有 feel，哎，对呀那你今天搞这两个，那林冠群不知道要搞什么东西了。对啊，你这样让他遇到对手了，不是要遇强则强吗？哎，好的，哎，不过按的这样也蛮不错的，有懂后啊，因为要讲，哎呀，这个如果你每一个参赛者自己都自备乐器的话，那我们詹老师就不用请了。没有，不是这样，詹老师在旁边指导，很重要。开玩笑，没有没有，詹老师在指导，所以我们才有那么顺利。我来开玩笑对对对。哎呀，谢谢文金呐哈。对对对现在要过名文金谢谢我都嘛个。一同一同去郊游。嘿。哦，谢谢两位哈谢谢老师，，谢谢，谢谢，把两位请下去以后，对，哈好好聊一下。残酷的入来对，好吗？是嘿呀嘿呀，你刚刚唱的是罗老师的嘛？对啊我偶像的嘛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偶像。公平一下好吗？拍到。老师好。司令今天唱这首歌，真给表现的已经懂。那种歌的味道已经有8、9分有抓到了。但是讲你在高音的部分能够更松的话，会很开张。桑啊桑谈，谈梦中再见呀难。加油，很棒，谢谢。好，那你这个 combo 出来到底有多棒，好不好？来，林司令的分数。好，不错哦，厉害谢谢老师，哎呀谢谢牛哥。哦，还有海外用5V 参赛朋友对，好，先学习一下哎呀自己保佑一下啊。好，保佑你今天是最高分啊，不是？谢谢哈，会做休息。好嘞，3了而已。咩故咩怪的林冠群，还带了，你要带人吧该。也带了容颜，哦，用眼呐。容颜，哦，容颜，哎，好嘞，谈过来。评分进是这个5强的决定赛，那我选唱的歌曲是哲威老师的歌曲，叫做《容颜》，那希望我能够表现得很好，能够进入前5强。孤体黄的色，假银的天，黑爱水每一摆见你见面，你小小的去你门前，肯定爱越行越远，不过爱离开你几多年，因你的心含黑暗强骗。看到你的钟摇摇的面，层层的云孤暗多年，是保守就不判断，到尾爱做人实在无欺骗。虽然爱离开无卡按当年，你的爱的心含恨隐隐去强骗。了下的你的天。
世界，爱定爱两声音，一定不会好来，记得你思乡的容颜。请看看，罗哥好，海俊姐好，你看，你真的做一个懂后的示范呐。对，哎呀，你看每次表演都没鬼没怪吧？我们讲难听点没鬼没怪，其实你是增加节目的可看性呐。哎呀，然后你看你今天又请了2位美女老师，好美哦。啊，是啊，又哪里请来的？啊，自己的朋友这样。哦，你怎么那么多这种朋友啊？每一个都你朋友。这个熟吗？这个朋友熟吗？对，还不错熟。啊，真的啊，他也是你们乐团里面的吗？是我们一起合作的。一起以前有合作过。哦。他是吹什么号？他就是唱歌，他就是唱歌。他唱那个熄灯号。不过谢谢2位了哈，谢谢2位来帮忙，哎呀，安子 C 抖掐哈，哎呀，谢谢。费用跟大家索取，对。好，麻烦2位到位置上坐哈，嘿。好，你关拳唱对了，哎呀，唱完哈还是要接受严格的考验哈。我们老师龙岩老师，嘿，啊不，夏龙岩呀，挑国伟老师哈，徐老师。我蛮喜欢你今天的铺陈，把我的歌的气质有做出来，而且你把那个比较内敛的部分，好，比较内心的部分有唱到，其实我有感动到。那我希望有機會咧唱了首歌曲嘅時間，還注意人動到地方，比如講人嚴峻，一定要記得，好，人嚴峻大白都讓我們很害怕。第一個，第二個，我覺得你有進步的地方，就上兩禮拜老師有跟我講，你太趕了，你兩擺出冇。你有稍微再往後速度，可是你還是到副歌還是很趕。我覺得你還是要再注意一下你唱歌的速度。你要特曬唱歌一定要記得，唔係唱聽還要彈，你要彈你自己唱嘛該，而彈老師在幫你伴奏的時候，老師在彈到哪裡，你不要自己傻傻的唱，這樣是最危險的，好不好？那謝謝我的分數是這樣子，在我心裡了，其他老師怎麼樣我就不曉得，加油！好，安子 C 抖掐，嘿，好。大家看一下分数，好吗？啊，看他急躁歌王林冠群的分数。下去位置上，好好的，哎呀，祈禱一下。好，謝謝。休息一下。好，安子 C，我哋沙下來。龍賢賢，今天衝甜筒提來 V。你嘅同學啊？为了挑战自己的极限，这一次也是一样，选了罗老师的歌曲《天痛 D9V》，希望自己可以成功进入前5强，加油！爱的力量的天痛，爱的力量的天痛。爱的力量的天痛，但是天痛的那一笔。算算以来，已經10多年，愛面對世界都大，用把行過來，一個枕頭強用水在愛嘅右邊，一個香水痕噴噴留在上面，一個手片愛你。來騙這個騙愛這個明色離開。
哎，仙仙，嗨，你今天有没有想过我带了一条歌曲？因为上个礼拜过年很开心，嘿，可是，在过这不久之后，我的姑丈就过世了。哦，然后那时候妹妹还很小，2个月。所以我就想说，用这首歌把姑姑的感觉唱出来。就是以姑姑的立场。你的画面是姑姑跟姑丈。好，这个人生无常了哈，哎呀，这我们要去接受，哎呀，但是我们要看往前看，哎呀，好吧？一条歌要叫罗国立老师下来哈，对。但先谈一下徐世慧老师哈，好，徐老师，徐老师，你知道给唱一条歌唱样板？轩轩 ，Gaby， 说实在，我参加这个评审做了那么久，我头一次这么认真在听你，用这么专心的眼神在看着你唱歌。谢谢。我不知道是被你什么地方感动，我不知道。好，虽然说 Gaby， 其实我给你的分数的导向是你才一个年轻的15岁，你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思维，这么宽广的思维？不太像一个15岁会发生的事情，他居然在你身上，这个是让我觉得有一点诧异。我很难去找你的瑕疵，好，我很难，我真的很难，我几乎是眼睛是盯着你在看，我根本没有放掉任何一个画面。好，所以我今天其实对你来说，我会觉得是一种感动，这是一种感动。好，如果说你可以照旧再继续的发展下去，你应该无可限量。好，对我的感觉 ，OK。好，安子，谢谢。罗老师，要补充吗？很好，很棒，真的很棒，加油！好，安子，好，希望这首歌能够感动到所有的欣赏了，好不好？对。哎呀，来欢迎他粉丝。我们客家就好像一个 family 一样，好，最后面有 ILY， 对，家人都是有一个，对不对？啊。刚刚你一唱《大鸦雀无声》，是眼睛盯着你在看，他是从头盯到尾，可能怕你忘记歌词。爱看待一个破样，紧比紧靠，紧比紧耶。欢迎他粉丝，好不好？来，欢迎他龙先生的粉丝。73分，冇問題。高分。係啊，恭喜啊！谢谢。係啊，所以表示你那個歌是唱的。我想要挑战自己的极限。是啊，但是那让我们再期待，好不好？是啊，但是还是要小心呐，好吗？好。因為是比賽，我們表演，好嗎？好。OK。謝謝。好，回做休息哈。這個不好的老師就帶你住套房，好的老師就帶你去天堂。對，好，沙來。陳建奇，今日帶來勇敢的客家人。好，來談看啦。這次很幸運，又從敗部被評審老師救回來，我真是關關難過。但是我現在準備抒情搖滾的歌，希望能夠扭轉頹勢，然後成功進入前5強。將本愛已萬歲，本愛繼續行路，從暗夜行到天光，從天光行到暗夜，帶電的馬從天山過，一隻客家後生人，假使很有機會，假使很有力氣。
松树合适面对问题，继续行下去。你做得叫，你做得笑，你嘛做得嘛变样嘅感觉，唔惊风，唔惊雨，你可以勇敢嘅行下去。你做得叫，你做得笑，你嘛做得嘛变样嘅感觉。本全世界，通到演嘅上演。你做得叫，你做得笑，你嘛做得嘛变样嘅感觉，唔惊风，唔惊雨，你可以勇敢嘅行下去。你做得叫，你做得笑，你嘛做得嘛变样嘅感觉。非常有活力，马哥。I love 哈卡。哦，I love 哈卡，哎呦，真的特别去定做了。啊，是这件啊 T 恤啊。对啊，特别定做了。是。I love 哈卡。哎呀，我们客家就好像一个 family 一样哈。对啊。你看朋友哈，朋友 friend，哦，后面都要一个 END 有没有？嗯。就表示朋友有可能有一天就会结束。哎呀 ，family 有没有？最后面有 ILY。对。嘿，家人都是有一个我爱你，对不对啊？感谢我们的罗老师，我们线上英文教学，非常好。 Thank you very much。是。Very much。My name is Daniel。Good。一条歌係東東老師所創作的一條歌。给面建其实冲了以后，不过要其他地方注意一下，就讲几个摇滚的拍子，你注意长音哦，重音嘛。 长音不要唱太长，有时候你习惯拖一个长音，不要拖长音，简短的到位置就好。转音磨按哆，那注意到你有的歌的这个拍子没有算得很稳，你没懂后。跟上鼓的节奏，我跟你讲，唱这种歌要怎么样唱？听了鼓手的节拍，你不能光只听自己。 才会更 match 一点，是节拍要自己算好，2道线哦，冲卡跟浪位照弹到鼓的节拍，这歌才会唱得好 ，rhythm 才会抓得很稳。磨一发好，给国外组看磨按后堂，磨按黏啊，好不好？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安子生，係啊，好，你嗰度看日嘅分數嘅，好嘛？你雙禮拜度分40分，40分，哎，不一樣。哦，這一拜。 淘汰嘅你分數係雙禮拜同1禮拜加起來嘛？哦，係啊，所以看1禮拜度分，好嘛？來。好，看陳建基嘅分數。39。39。誒，安尼同佢林冠權一樣，林冠權雙禮拜咩叫40分係嘛？係啊，冠權上禮拜40分嘛。 40，哎呀，禮拜39，給他39。哎，你們兩個都擺脫不了對方啊！你是冤家。哎呀，冤家。好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現場討論那個樣板，好唔好？好來，回座休息。謝謝。好來，殺下來。鄭天天給你帶來種種音。哇，條歌咩幕後唱，來等下。 今天呢，整个摄影棚都弥漫着非常紧绷的气氛，因为我们将要选出5强，所以是最后一搏。希望我可以好好的诠释这首歌，不让观众朋友们失望。
过几多风雨，假使淹没缘分，永袂相知，相爱相思。缘的爱，就像风中的花蕊，短暂又迷离，掉落随风去。甘愿的缘分牵，注定难相思一生。甘愿叶落脱了线，愿多情愿空遗憾。假使有来生，不讲离别心，只盼来生难再相遇。梦梦人海里，爱被情到你，用爱在你手中留下印。假使有轮回，不讲离别心，千山万水也袂牵动你，包在你手中的印，用爱在来生相依。假使有来生，不讲离别心，只盼来生难再相遇。茫茫人海里，爱被牵动你，用爱在你手中留下印。假使有轮回，不讲离别心，千山万水也袂牵动你，包在你手中的印，用爱在来生相依。假使有来生，不讲离别心。谢谢。大部分其实就特别投入啦。哎呀，条歌本身会不会只有个呢生气哈？对，本来就有生气。有哈。哦。刚刚升华的那个地方。那唱的如何啊？那唐一下王宇欣老师哈。王老师。来共评一下。其实慢歌可以看出一个歌手他的一个素质，还有他的功力哦。因为慢歌不好唱，第一个发音还有气声，尤其你的气声的转换很漂亮，而且是很稳。我觉得你这方面可以让所有的参赛者可以多学习，因为台湾来 T-Pack 靠你冲过时间，从头到尾，你的运气的方式，其实让我冲过就像运功一样。就是全身的运动，所以你很懂得抓住诀窍，用板冲狗气跟声，还有身体的一个就是发音的部位，你都可以转换得很好。所以这首歌你可以表现这么好，我相信我们其他给评审欣赏应该是对你是蛮肯定的，这是毋庸置疑哦。观众朋友应该对你今天的演出是给予蛮高的评价。好，OK， 谢谢老师，惊讶的分数。上礼拜一道课，上礼拜，你看47天嘛。47呀。根本的分数可以高的，好不好？来，来看一下惊讶的分数，陈婷婷的分数。谢谢老师。同样呢，用礼拜的课47分，恭喜恭喜啊！回座休息，好，撒下来。邱志强带来飞扬。来，唐了。这首歌是想要献给我爷爷的，对，那爷爷就是在10月的时候，那在家就是已经过世这样子，那我想唱这首歌给他，希望他可以听到。
你紧行紧行，紧行紧行，爱紧骗紧开。你看见天空，爱看见你的背影，爱想爱了解你上悲的心情。你太累，你也有自家的梦嘞。一半欢喜，一半失落，来抓下的心情。欢喜你太累，你做得自家美丽。希望你袂记得，全部的路。爱看见你的背影，紧行紧远，紧来紧逝。爱看见你的背影，紧比紧高，紧比紧远。爱看见你的背影，紧行紧远，紧来紧逝。好听哦！罗哥好，根本你做嘛，他个全部拼落去的吼，系啊。所以刚刚牛哥，子谦冲国位之内，100比100还要再更上一层楼。我是看到他有这个无限的潜力。好，你有看出来这个进步的动力哈？一次又一次。真的。对不对？想干掉陈婷婷？没有。对，其实今天唱这首歌，你讲讲看。是因为爷爷前阵子走掉。对。那我在前面的这个歌的心态是，他来看我的这个心态，然后后面是我看他越走越远，越飞越高，消失在我的面前。你今天那个情感就是不一样。我们刚在旁边听，我们有时候在听，可能就是你们参赛者在冲的时间，还在讲吧。刚刚你一唱大鸦雀无声，是眼睛盯着你在看。真的，牛哥是很难得这样看人家的，他从头盯到尾，可能怕你忘记歌词。谈一下罗国立老师。罗老师。我常常鼓励参赛者，如果用你自己的方式去唱歌，去诠释原唱所没有表现的另外一面。你今天做到这一点，懂张？好，就歌曲的诠释跟整个情绪的张力在歌里面，你的分数是很高，是可以给很高。可是很可惜，非常非常的可惜，你在后面犯了2个错误。第一个错误在那有一句黑爱呀哈嘅心情，他的音符应该是黑爱呀哈嘅心情，心情是拉收，你把它唱成心情拉雷。虽然在和弦范围内是被允许的，不过原唱是这样，你就不能去改它的音符。一半欢喜，一半失落，来抓下嘅心情。好，再来国词。倒数第2句，希望你会记得，你一听会记得，你这2句歌词你把它唱反了，这也是一个错误。最后一句，
记得一条专门的路，你又抢拍了，抢拍先进来了。虽然你抢的是让人家听起来有点像 free 的感觉，但是你那个 free 又没有那么自然，就是会让人觉得你在抢拍。这个核心赛不能犯这种小错误，那会影响你的分数。不过这整体来讲，你个表现还是懂咱的。好，加油加油！好，安子谢，谢谢老师。咁冇其他事的看法，好嘛？好，来，安尼就看一下今日倒带做的拿到一多分，好嘛？来，係，大家就看一下自己嘅分數。谢谢，没问题。哦，系啊，谢谢，恭喜恭喜，系啊，5强之内应该没问题了。谢谢。好，回座休息，安子谢。好，所以今日安尼6位的参赛朋友6强有2位朋友哈，就是冤家同分的，因为同分，夾衝下，夾起了迄40分同39分、79分，2位是79。哦，所以先休息一下，本来是想討論啊，還你要上路嘅哈，佢倒帶，慢你再留下來，慢那邊淘汰，好冇？好。好嘞。啊！你怎么了？累了。累了，都是摇啊。两足流天啊！哇，又多安尼东南取舍呀呢时间啊哈。很严重啊，好讨厌哦。那但是比赛没办法，好，安尼赛制就会从按多同个好所有的参赛朋友慢慢淘汰都变5强。哇，没办法，没有办法。这位老师，林冠群，你往前一步，林冠群往前一步。好，谢谢2位在我们比赛当中冲动都好谈的歌曲，什么按后的表演。我们要淘汰的是陈建基。啊！拍摄。我最可爱的陈雷大哥。没关系，所以其实我随时有这个淘汰的准备。为什么你会有那种想法？不成功就变成人。不过先很感谢评审老师这段期间的给我的指导。然后辛苦的那个主持人，还有詹老师、乐队老师，是所有的工作同仁们。对，工作同仁们也辛苦了。对啊。对，然后我不是客家人，能够比到现在也是个奇迹，也是个一连串的幸运的。你当初的动力是什么？当初就是跟2、3个爱好唱歌的卡拉 OK 的客家朋友，他说有试唱会啊，就去唱啊，然后就一直比就比到现在。其实从这12年来，我也看见很多这个参赛朋友，有的时候就也是这样来又离开，来又离开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相信人家好多按多歌曲，哎呀。就是让你以后好好再来比的这个动力，好不好？还有，我要感谢我辛苦陪我来的太太。对，太太在哪里？在那个长头发戴眼镜那个哈。没有了，那个不是那工作人员。老北公哎。虽然分出胜负还是要抱一下，好不好？好朋友，来。也恭喜建冠群哈，哎呀建基大哥下次再来。好，2位手牵手一起走下去，好不好？好。什么太嘎？这牵什么？怪怪的。怎么刚刚从那个按比起那画面给变的抖后哪个画面？好了，这些按照流行歌曲组比赛了。谢谢5位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辛苦哈。按你来看传统组的比赛呢。好，3下就迄传统组的啦。7位、5位。乜个意思？就迄今晡日有7位参赛者，7、5位放入来。希望安尼7位当中冇个2位就好了，好嘛？自家看认真对位啊！那比赛之前介绍的比赛现场嘞。林赞义先生。
先有請到林展毅先生來講一下評分標準。基本上呢，存到7位哦，但是呢，進入5強，也是講呢，大家辛苦的按到禮拜吼，即係講嘅經驗上各方面呢，在比賽當中嘅所以大家評審老娘都建議嘅各方面吼，唔知當中要吸收起來吼。除了你注意那個節拍音準各方面以外呢，唔可以太緊張哈。你啊，太緊張容易呢會打亂咯。好，謝謝。不過今進行級嘅比賽啦哈，有請到 TV。本順哥羅思賢帶來羅山歌。好，嚟睇下啦。等一下要進行5強決定賽，希望可以順利過關，而且只要過了這一關，就可以進入5強。我一定要加油！是吧？你干嘛这样？啊？你怎么了？累了。累了，都是摇啊，对吧？都是有摇嘛，都是摇嘛。你都是会摇吗？唔会啊，跟你讲，累了，没力嘞，没有力气了，对不对？对呀。动厉害了哈。好好。对啦，那先谈一下呢林展毅先生。展毅老師。下個家嗬，一開始進入國家嚇，最有感覺唔要開嘅，做乜嘅？入國留嘅後尾30時間嗬，最要慢掉嘅。嚇，入國嘅留嘅後背嚇。行講你到後背來去，復蘇家到第3行去嚇，開始做聲音最要掉嘅。都冇問題，都尤其前後背一記行啦嚇，轉到整件都冇聲嘅。加油啊！哈，精神拿出來。好，安子姐，好，來看一下幾多分好嘛？來，羅思賢嘅分數。40分，上禮拜45分，下禮拜40分，所以加起來85分，嘿，應該冇問題哈。哎，做旋轉的，先還衰一下，先還衰一下，好啦，3下來入邊呢哈。家庭吧，算家庭帶來3個字。講佢等下要創造衰題目啊。天色咪要比較5強嘅嗰種，咪要盡量來比佢這夢。
来牵了风啊，飞落了多难。家庭吧，让我最近吼，天气去前面观众太加好。好，妞呢？很吹啊，没，你太多了，我被公发诶，没礼貌诶。都应该是按压嘞，冇转点嘞。系啊，转点诶。平常时大概你都这样睡啊？我清早睡。清早啊，没有做生意。基本我有做生意，我3点就放床。哎呦，咁健又唔是睡。跟安普头做到几点？那有我早6、7点。真的啊，3点左右放床一个市场。菜市场。跟听都唔是衰的啊，是吃这边市场啊。都冇卖啊，礼拜也冇卖。哦，礼拜也有。礼拜也冇卖。哦，安尼专业业啊，专业睡到自然醒。好，来，有唱到李金明先生。好。沈先生哈，那个强调就应该对哈，安尼有做哈，做得还不差哈。不过呢，就讲哈，亲吃盐啦哈，虽然讲从一开始落魄的时间哈，经过有些个有些慢调的哈，但是因为创山歌嘛哈，还没讲亲严重啦哈。有汗流来是但是从咬字嚟講，就就會所，比如講身體嘅就會所嚇，身體嘅就嚇，而家可能要去創下格調嘅感覺，唔係講要按順嘅感覺，冇按講啦，唔係講做唔得啦嚇，就係嗰個不建議啦，嚇，但是應該還不差啦嚇。好，阿子姐，多謝。啊，不差發出來看一下咯，好嘛？好，來，安尼來看一下。是家庭嘅分數。70分，冇問題。240，按改了80分，哈。安尼就先轉畢業當中籌啊咧，好嘛？係寫下安子姐，哈。好嘞，殺下來。鐘漢一帶來平板。可能。應該看得出來，你這哇，好像奮力一戰嗰種感覺哈。吼，有呢？有誒，有呢。吼，什麼拼命嗰啲衝好來嗰種感覺，係啊。希望自家更加好好唱，要好嘅表現，要機會參加5強嘅積分賽，順便大家。唱了，又好
感觉冇乜個檢查到哈。它有就抹茶的啦。越美麗哈。对呀，保持得很好。好。暗上下了。哎呦，你這也知道呀？你這也知道，個較順樣嘅哈。哦。聲音可以啦。係啊，當可以啊，當亮啊。嘿，你給大家聽一下那個。真民主欣賞。對。韓語手機呢，真是流行太潤咯。嚇，2禮拜唱啊個聲音嚇，因為講行潤流水咁樣咁樣嚇，個視張強演，唱得非常嘅啱嗬。唯一愛點幾個種嘅缺點嘅話嗬，可能是怕個歌詞配說心莫講嘅到嗬，個首歌要入一下咁樣嘅聲嗬。唔過冇影響到你嘅分數啦，希望講參賽者還係愛保持到很好嘅體力，然後來落參加來比賽，咁樣呢，讓做得拿到更加好嘅我哋嘅成績，繼續努力咯，加油加油加油！謝謝，來，按你來看一下人嘅分數哈，來，鐘漢儀嘅分數。冇問題，77分，恭喜啊！好，先回做休息。來，沙下來呢。鐘明珍給你帶來小熊寶。來，睇下啦。我一禮拜呢，會唱小跳小熊寶，因為小熊寶我到我會比賽，都會得到前3名。然後小熊寶對我來講呢，算係我的拿手強項。希望2禮拜甚至像上禮拜咁樣安好，做得6前5名，加油！當好唱小跳嘅東西哈，係啊，歌曲。對啊，上禮拜唔係唱嗰個乜個歌啊歌詞。冇啊，唔可以改啊。冇玩。嚇？撞響曲哦，係記嗎？但係都在一百咩？
哦，拍成上水，啊，所以啊，我搓螺丝的擦。我来给你带来小香包，好糖，啊，来谈一下罗英英老师。好，两位正在哈，我知道你从小条歌曲日摆比日摆喊下进步，我想你可能就是你参加了农业大擂台最大嘅了算係收穫係，韓國呢你唔單淨係從小條，其他嘅了曲調好啦，從到見來見好啦，嗬，所以講你今日係講從你係小香包不管你從哪隻小條歌曲個吼，不應該建議，我想講一次一次的進步，一點一點的給你一點點建議吼，就係你才了冇從過，單純係音樂伴奏嘅時間，應該表情，應該動作，還係愛在了音樂當中哦。好，你冇從嘅時間，講入動作長小。好，很冇從嘅先就面無表情，按用你係整體的感覺就冇按降，哈，你就係希望你能夠再增加一點點進步的地方。佢係講從歌吼，你從你小香包咬絲，哈，新人看到呢片，你從嘅些咬絲冇咁錯，唔過呢你係音樂讓你從嘅你係可能係你準備閉口還是不閉口的時候，嘅時間點啊冇埋嘅錯。好，所以彈起來就冇按順，我想自家人個也啲啦，吼。韓國咧最每件吼猜心頭，吼最好係日記法，留佢重述，冇關係。咁樣彈起來會喊下降，啊曲調會喊下順，吼。是夢兒，唔過整體嘅表現還係一好，是夢兒。好，安子先，按你這個看本書啦，哈，啊，看一下哈。大家看仲面真的分數。傻逼44分呢！恭喜，冇問題啦，5強之內哈，應該冇問題。謝謝，好，回座休息哈。好嘞，接下來小蘋果廖孔妞帶來3個字，來談看啦。希望呢，這次我能夠帶來我比較少人唱的反弦散構詞，能夠再前進前5強，加油！看得出來，你這哇，好像奮力一戰嗰種感覺哈。哦，有呢。有呢。哦，像個拼命嗰啲衝火嚟嗰種感覺，係啊。咩老師講有多麼水咧？睡過頭啦。睡過頭啊，已經睡夠木嘅啦，係啦。哦，哎，你喺呢談一下你欣賞嘅貢品哈。請到唱下欣賞。啊哈。你強玉吼。
伊咧歌词是讲，还是感觉清好、清幽默，唔过来唱山歌来，对你来讲不好诠释。你为了要诠释了歌词，结果你唱高音山歌，艳阳一上冲上去，结果音是不漂。几首唐迄人咧，咧是歌曲是走音的啦。山歌嘅艳阳啊，还有听一句听慢诗慢韵，你唱到慢哦。三条叶一下就从过去，弦外腔浪上就入体啦。所以几首歌曲咧，基本因为讲嘅表现咯，冇往上按好，可能会影响到嘅分数。我希望他份係有機會，你冇先咧按高難度嘅歌詞，對你嚟講不好詮釋。OK？ OK，好，谢谢啊 ，Thank you 啊。我很喜欢听老师讲评的嘛。好，你好。OK。好，来看分数嘞。给大家看一下小苹果的分数。昨日兩丈夫係咧捱18歲嘅係捱爸爸買本捱。18歲有按皮啊，這樣子。捱，我的字典裡面有“瘦”這個字。無心伊講原本加在底下跳蛋糕，伊講驚唔拿，要該拿下來。會燒藝。藝做乜？喺記你啲人會講，唔好喺外創意數歌誒。乜嘢歌？夜上海，夜上海。你出啲上藝咧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小苹果的分数。上禮拜40分，這禮拜42，改了82分，好，先搓一下，好吧？好吧，啊，搓一下，啊，按姿勢，好嘞，撒下來。從香口帶來羅山歌。这件衣服30幾年了，我還保留着爸爸買給我的衣服，還有這條項鏈是媽媽過世的時候留給我的，所以我帶着媽媽還有爸爸的愛心來唱這一首老山歌，希望獻給我天上的媽媽及在醫院的爸爸。
要磨菜。米龙摸的，嘿啊。嘿，我这边的耶稣哥的爱献给我爸爸。哦。啊，我做一辆丈夫，係咧我18歲嘅係我爸爸買俾我嘅1輛200元。18歲留多呀？ 18歲還可以做。 18歲有按皮啊，這樣子。我的字典裡沒有“瘦”這個字。但保持都緊哦，那麼邊哦。因為這是媽媽的愛心，然後因為他10月份中風，然後一直到現，他有一度嗆到進入到加護病房。那我跟他說：“爸爸，你要加油。”那我要去錄影，你也要幫我加油。他點點頭。後來他從加護病房出來的時候，他第一句話就是問我：“你過關了沒有？”我真的很感動。啊，現在爸爸現在康復了。現在，肺炎的部分已經從加護病房出來了。啊，一下路中風的部分，哎，一下給好行。復健。復健啦，復健。復健。哦。係啊，啊爸爸。 出邊人就同我講，啊加油哦，好，啊一叫要播出來，同我講哦。哦，係啊，張爸爸吼，係啊，希望早日康復吼，係啊，身體好好的啊，你啊，心情變啊快的。嘿，好，看到這個成績，也心情就好啦，係啊。但是先談一下現場的公平啊，嚟，好嘛，嚟。鄭毅老師。香港咧哈，呢個禮拜哈，你從那個落山歌方面哈。 可以講係比以前其實吧，嚇越來越好。因為而家從呢塔啊比到呢下來聲音呢度嚇，就會入得較多嚇。但是你而聲音係依然按響亮嚇。人講呢穩衝穩聽，從落山歌輕鬆嘅話就來音，來重音真很多本事啊嚇。今年呢來嚇，但是呢，而家。 你係講海流嘅呀，唔係呀人諗啊，係啊，跟住我可以用淺，嚇，係嚇，可以用沉，沉。我本身嘛係從沉，啊老師同我講嘅，安尼樣有押韻。沉。我那邊那從淺。哦。但是你一般來講嚇，你講用愛用講落，會變到唔係試驗那個真強頭。哦。 係，我變暗用。哪一位先生都很高嘅嚇。高聰版的先生啦。講出。嚇，每位難易啦。我呢，養育恩情愛曉播，曉得的曉，唔創到曉你嘛，給他驗都冇乜個清準。但是你整體上來講，可以講當平穩穩定呢，留給聲音來，落山歌輕鬆嘅靈魂。 唱出來嗰種拗音嚟音，唔知做到嘅。好，強權哈，再加油啊！好，安子謝，好，按這個看分數啦嚇，好吧。聽眾向曲嘅分數。謝謝師傅，恭喜啊，係啊。爸爸，我做到了，耶！前5強了。是啊，爸爸加油哈！ 你確定你可以進到前5強啊？很有自信啊！哈，為做休息哈，謝謝，好嘞，撒好了楊冪。小春帶來平板。好啦。陳木先生，我係糾正來，先生講嘅缺點呢，我要改進。我哋班呢帶來拿書嘅平板哦，我一天會進入5強嘅。 來喲。
主持人哈。哎呀，你好，秀春阿姨哈，哎呀，也几礼拜较珍爽。这是正常。面膜嘛真爽啊，被别在头上。哦。啊，我弟诶，那你应该别在这尾椎上面。跟你冲过唔就完。伊讲原本夹在底下跳蛋糕，伊讲夹唔拿，伊该拿下来。你会小矮？矮做乜？哎，记得你唔好讲，唔好喺我创意书稿诶。乜爱讲？夜上海，夜上海。佢出啲上矮咧，我哎呀，我睇唔冲。三八灰啊！来，唱一下。李金明先生。吴小姐创了是平板哈，阿蛮问啊，在主持人就有谈出来哈，就讲感觉咧是歌词啊哈，一看跪下来看啦哈，就讲佢唱的是嘅表达嘅感情哈，有做到咧嘅歌詞嘅意義啦哈，有人發揮出來。不過就講係係比賽嘛哈，總係講希望你做得更加嘅進步，冇看到實驗好像哈，好像係都睇唔出來哈，所以講係都睇得出來哈。就比如講大家會做講鹽水實驗嘅人係感覺你唱了哈，研了嚟上去哈，係咁樣用。今日後背嗬，係帶拿會下好啲嘅，係研拿嚇研了，感覺唔係很順啦嚇。前一重咧就會說嚇，三個嘅就會說嗰種好像咧切膜忙咧就會說切膜咧就會說嚇，所以個就講老叫詩人嚟講啦，嚇唔係講完全嘅順啦嚇，但是係咧有嘢特色啦，嚇係。加油加油！好，謝謝好，看分數，好吧？係，大家來看吳秀春的分數。哇哦！冇衰踢。哦，不可思議呢！我以為你要說不可能。Impossible 啊！对啊，这个分数有没有出现在你身上？太厉害了！走马可以重的出现在他身上啊！厉害厉害，越来越进步哎！好，那这个年度冠军哈，指日可待，好不好？哎呀，越穿越漂亮了，好吗？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回做休息。今晡日7位的参赛朋友，我淘汰2位，多大的2位满意呢？分数已经打出来。打出来，安尼加添8。累计的分数80分，还有呢，强玉子。你的小苹果。对啊，小苹果没有关系，希望你下一次回来以后变大苹果啊！不要再大了啦。你分数改了82分，所以2位的分数迄5位来讲较大的2位哈，所以排势是你哈，喊100有几位再过来，加添8哈，是你哦哈，留下的朋友继续加油，好唔好？係啊。同個朋友唔點樣嚟報名，家家同大家報告下嚟。報名專線0919388398，還有傳真電話0227478231。第二日都嚟報名哈，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嘅收看以外呢，係咪多謝辛苦嘅評審先生，謝謝，謝謝，辛苦我們的詹老師，謝謝老師們，謝謝。同時大家冇唔記得啦，下禮拜同一個時間嘅收看呢，鬧熱哪裡台？過來。